家好，今日終於嚟到壽司郎珠海店正式開幕。開張第2天立馬過來，幸好之前成功網上預約，按網上預約時間前來，一邊等一邊畫畫，久違熟悉的場景啊！開業期間真的人流多到不行，開業期間還有很多期間限定，大陸才會有的好吃鵝肝，打卡就會送的冰凍芒果。新開業真係太好啦，勁多羊毛蒿。嗱，首先你只要一消費咧，就即刻會送呢張送貼紙，一消費就送貼紙。大眾點評打卡咧就送芒果，仲有小紅書按讚咧就可以免服務費，免咗5蚊減免。每食滿100咧就抽獎喎，100咧就抽1次，200就抽2次，但係138咧就唔會噶啦，只有可以2次抽獎機會。但係最爽嘅就係點啊？抽中大獎，黃色就係大獎，大獎係呢個珠海同壽司郎嘅帆布袋，太開心啊！服務小姐姐都戥我高興。